扶摇，你别怪我心狠，要怪，就怪你自己，不该来这玄元山。大师兄已经答应和你定亲了，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你以为我愿意脏了自己的手吗？都怪你！你为什么不在田斗赛的时候好好的去死，非要在众人面前抢尽风头？你要是不死，大师兄就会念你一辈子。你觉得就算我死了，大师兄心里就会有你了吗？念一个死人，总比念一个活人强。你到底跳不跳？不要，不要答应他呀！不要见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去死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放了小七，还有玄右部的所有人。你一个人死，其他人都能活。记住你的话，你若是食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不要姐，不要！小七，好好活着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么高的悬崖摔下去，扶摇这次必死无疑了。这剑奴奸诈的很，他能这么干脆的跳下去，肯定是以为自己对着玄元山的地形了如指掌，还能有逃生的机会。真可惜呀，我早就设计好了，我就不信这次他能捡回这条命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我就是食了言，一个死人，能怎样找我报仇？把他给我扔下去！是。乃至一草一木，都与林州传来圣殿显灵的种种要求相符。轩辕山本来就是五州玄气之地，轩辕王族最后的血脉就出在此处。我想飞烟殿主的圣殿也会在此处显灵。
看来我是赌对了。云痕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办妥了，此处已经布下了关卡，各个入口我已经派重兵驻守，就算是玄元山的人，也不会来打扰。时辰该到了吧？太渊王轩辕刃行将就木，太渊王城昆京深陷水患之灾。我若能拥有御水之术，太渊之忧和昆京百姓之苦都将迎刃而解。唯有轩辕血脉，才可执掌御水术，这是五州初定时便有的规矩。你要御水术，是为了王位，还是为了百姓？王位，我要做太渊的王。一切所求，都要付出同等代价。流光轮转，万物更替，店主能够拥有如今之容貌，依靠的可能也是王室的阳寿吧。店主不必紧张，你所需要的，我都有，只要你助我达成心愿。好，我自会助你达成心愿。同月之日，以摄昆灵为信，以轩辕血为引，献祭天地，你便可掌握御水术，不输任何轩辕血脉。飞燕店主果然名不虚传。有所得，必有所失。记住你的承诺。都到玄元山庄乃世外桃源，修身养性之地。没想到手段如此阴狠凶残，连个丫头也不放过。世人若像世子这般多情，天下早就太平了。医圣命赞，请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寻不着人，抓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裴师姐，禀掌门，山下官道、树林、水泽已全部搜过，没有扶摇的踪迹。禀掌门，玄元山底、峡谷、绝壁搜寻完毕，并没有找到扶摇。禀掌门，山中玄政部、玄幽部已全部搜寻完毕，没有发现扶摇的踪迹。继续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师父，渊儿知错了。你就这么耐不住吗？那个奴仆早晚是死路一条，你知道你这么做会坏了我的大事吗？师父别生气了，我早在悬崖之下布下了机关，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逃一死。
我要的是他活着。他活着是能给师父要的破九霄，可是破九霄再好，若是所袭之人没有好的机缘，没有人赏识，那也是空有一身本领，无处施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师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师兄，破九霄也好，甜豆赛也好，都是在给师兄铺就锦绣前程，不是吗？而我如今马上就要跟师兄成亲了，师父要给师兄的一切，徒儿都能给。我自然知道你是为了京城着想，也感激国公的赏识。可是人要有所成就，裙带也好，机缘也罢，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永远屹立不倒的，更没有什么人可以始终依靠自己的运气活着。当这两样都靠不上的时候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破九霄就是京城将来依仗自己的筹码，你懂吗？师父何必担心这些呢？就算是风水轮流转，以我姑父和裴家在太渊的根基和权势，师父担心的这些事情也必不会发生。行了，我不会再计较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逼扶摇跳崖的事情，绝不能让京城知道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你回吧。扶摇之事，是死是活，你再也不要插手。可是师父，你给我听着！即便是今天你已经嫁给了京城，即便是京城已经当上掌门，轩辕派的事情终究是轩辕派的，与你和你的姑父无关。是。小姐，不过是条贱命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你说，杀了扶摇，我做错了吗？小姐做的说的都是对的。你懂什么对错？永远只是鹦鹉学舌，没有半点用处。哼！愣着干什么？打你委屈了？